扁康院創始人徐孝石2022年傳統醫學講座答疑5新冠病毒在初期劇烈攻擊人的肺臟時，人體的免疫力會同時崩潰，最後因肺衰竭而死亡，致使人們談新冠色變。扁康院創始人、韓國名醫徐孝石50年醫學研究並臨床驗證，通過扁康院清理人體肺臟來提升免疫力，從根本上抵擋病毒侵擾。這為人們提供了改善扁桃體功能的途徑，隨後五臟六腑乃至整體健康都會得到改善，從而實現健康長壽夢想。2022年9月11日，徐孝石院長再次從韓國親赴美國紐約，在法拉盛喜來登大酒店就傳統醫學觀點進行專題演講，藉此機會就大眾關心的問題院長給予解答，整理如下。上接扁康院創始人徐孝石2022年傳統醫學演講答疑4問題12我今年61歲，有支氣管擴張的問題。我從2021年1月開始服用扁康丸，現在已經服用了21瓶，為什麼到現在還咳得那麼厲害呢？徐院長，剛才有一位患者說他花了7年的時間，支氣管擴張症完全變好是需要6年多。比較長的時間，現在已經服用21瓶的話，就是還不到2年的時間。它可能是一點一點逐步變好的一個過程，但是可能覺得吃得太長了會有一些想法。其實吃了長時間以後，除了支氣管擴張症以外，其他的小病都是順帶着會好的。其實時間過得越多，一般別的病一直都會找過來。雖然是治療支氣管擴張症，但是這個過程中很多小病找過來，我們都不知道，這些病自己就消失。其實吃得越長越好，真的吃60年是更好了。61歲再吃60年就是121歲了。問題13我18歲得過支氣管擴張，症狀是多痰而且咳嗽，呼吸困難，吃了10種以上的藥。我已經90歲了，現在是24小時要用氧氣機來呼吸。請問院長服用扁康丸可以幫助我恢復到什麼樣的程度？徐院長，90多歲一定會有骨質疏鬆症，如果服用2年以上扁康丸，身體會有很大的變化，摔倒了不會骨折，不會得肺炎，也不會得嚴重感冒，得了感冒也是非常輕微的，馬上就可以過去，可以治得非常好。問題14我是2017年診斷為肺纖維化的。一直吃着美國專門抑制肺纖維化的新藥，能不能同時吃扁康丸？吃多長時間能見效？徐院長，西醫說給你吃抑制肺纖維化這個藥，其實根本沒有一種藥是可以延緩或者抑制你這個肺纖維化惡化的。你剛剛問西藥和扁康丸可不可以同時服用？可以，就是說你很害怕，但是你服用扁康丸的過程當中，你會覺得症狀有很多的改善，你就會有自信把這個西藥停掉。停了西藥之後，你的病才會治癒得更快一些。大概是6年的時間，你可以恢復得非常好，達到完全康復的樣子，爬山爬得飛快，一點都不會氣喘。問題15我的肺科醫生說，因為我肺纖維化治療得比較早，所以治癒以後還行。我老問他，我還能活幾年？他說你活10幾年沒問題，所以我就一直在吃着這個藥。徐院長，治療肺纖維化只有3種藥，一個是類固醇，一個是鎮咳驅痰劑，這3種藥都是類固醇之類的藥劑。類固醇是毒品，我們進手術室做麻醉的時候，把他的手腳剪斷了都不會痛，因為是有麻藥打進去了。你治療肺纖維化用的這些藥也是一樣的，就是把你的肺臟神經麻痹掉，讓你感覺不到喘，僅僅如此而已。但是一旦藥量全部都消失了，你重新會喘，你還得用這個藥，但它是毒品，是一個麻醉劑一樣的東西。然而扁康丸是重新讓你的肺臟神經復甦，讓它感覺到喘，讓它咳嗽。但是這樣你就會覺得非常害怕，好像更嚴重了。不是的，喘了才可以好，咳嗽了才可以好，這是我們的治療原理。
你下次見醫生的時候，一定要問他，你手上有沒有根治肺纖維化的案例？他肯定會說，這個是不會好的病，我一個案例都沒有。那是肯定的，他連一個治好的案例都不會有。問題16，我有異位性皮膚炎1年多了，我先有，再是先生也出現了，但孩子沒有。為什麼會這樣啊？徐院長，皮膚底下積滿很多垃圾，這個全部都要排出來，通過2種方式，一個是汗孔，一個是毛孔。通過汗孔把水溶性垃圾排出來，通過毛孔把油脂性垃圾排出來。如果毛孔和汗孔被關得非常緊，就沒有辦法把垃圾全部都排出來。皮膚底下積滿垃圾肯定是非常癢的，但是一到醫院，他就會給你診斷說是得了異位性皮膚炎，給你用類固醇或者是軟膏或者是打針，但是絕對不要用軟膏，不要去打針，這樣你病情更嚴重。也絕對不可以用類固醇，類固醇是毒品，一旦用了這個毒品，你也戒不了，對家裏或者自身還會帶來非常大的危害。如果服用扁康丸，如果你沒有用過西藥，6個月就可以幫你根治異位性皮膚炎。乾咳肺部有結節，服用扁康丸症狀消失。我是來自美國洛杉磯的黃女士，今年61歲。在2014年我患上了慢性咽炎，開始咳嗽，每天都很難過，每次咳都要持續幾分鐘，咳得腦袋、胸腔都痛，像要斷氣的樣子，很長時間才能平靜下來。儘管咳得很厲害，可什麼東西也咳不出來。去看醫生，做了 CT 檢查，顯示肺部有黑點，也就是肺結節。但是家庭醫生說，沒有任何藥可以給我吃。另外，因為長期在辦公室操作電腦，右手腕痠痛難忍，成了鼠標手。眼看着自己的身體每況愈下，不是這裏難受，就是那裏不舒服，還經常感冒，真是身心俱疲，苦不堪言。2016年5月底，我看到了扁康丸的廣告，上面介紹清肺的治療理念，感到很有說服力，決定試一試，於是開始服用扁康丸。服用1個月左右，咳嗽就開始減少，隨着不斷服用，逐漸的身體狀況越來越好，心情也變得開朗起來。服用1年多後，我一次感冒也沒有，特別是那種像要斷氣的咳嗽，再也沒有出現過，連老人的鼠標手也消失了。2017年7月，我到醫院去檢查 MRI 核磁共振，顯示肺部的黑點已經沒有了。真是太神奇了！扁康丸讓我的身體有了一個根本的改變，我感覺整個人神清氣爽，人也越活越年輕。徐孝石院長簡介：徐孝石院長是著名韓醫學代表和扁康丸創始人，一生致力於傳統醫學和呼吸系統疾病的研究。根據傳統韓醫學理論，肺為五臟六腑之首，肺部積熱導致了鼻炎、支氣管炎和皮膚病等疾病。扁康丸能徹底清理肺部積熱，從根源上解決哮喘、鼻炎、皮膚病、重症肺病等呼吸系統問題，已經使全世界16萬鼻炎、哮喘、皮膚病和重症肺病患者恢復健康。徐院長是新唐人電視台52集大型電視系列專題節目《走進韓醫和神醫再現》的主講人，著作包括《扁鵲鳥院在扁康世界人的健康保鑑》、扁康傳統醫學奇蹟等。在全世界華人中有巨大的影響力。扁康丸全球服務中心諮詢電話：北美800-210-5501，台灣02-7753-8122，香港852-3892-8241，歐洲4420-3923-2740，新加坡65-6797-6924，澳大利亞1800-066-099，網站 www.pyeongchang.us， 郵箱 pyeongchang.us@gmail.com， Line ID @pyeongchang.us， WhatsApp +1 800-210-5501。Unsubscribe. This message was sent to Lisa 007811@gmail.com from Pyeongchang, US.
229 West 第28 Street，6 floor，New York，NY 1001。